點解要講唔該？你有冇諗過香港人平均一日講幾多次唔該？如果你以為唔該淨係禮貌用語，咁你就低估咗香港人嘅民間智慧。其實呢兩個字係香港人嘅萬能匙，一句唔該打遍天下。今日我哋就一齊拆解點解唔該係香港人嘅 magic words。Hello， 我係 AY。講起唔該，我相信大家腦海一定有好多畫面。上巴士講唔該係請讓路，茶餐廳舉手唔該係叫侍應，俾錢時唔該係多謝。你會發現同一個詞語喺唔同嘅場合，甚至用唔同嘅聲調，功能都可以完全唔一樣。由請求、感謝、引起注意，甚至係曲線 say no 啊，一句唔該已經包含至少4種功能。試諗下，你今日用唔該表達咗幾多種意思？唔該喺下低留言話我知你嘅諗法。其實唔該嘅進化史都算係香港社會嘅縮影。由最初源於廣東話傳統嘅基本禮貌，到後來為咗適應香港追求效率嘅節奏，發展出強大嘅功能性，最後演變成一種集禮貌、實用、功能於一身嘅 magic words。咁唔該點解會變得咁萬能呢？我哋可以從3個層面去理解。第一個層面，禮貌傳統。唔該本身就係廣東話獨有嘅智慧結晶，根源上已經包含咗請同多謝嘅意思，亦都係我哋語言嘅 DNA。強調禮儀係一種必要嘅社交用語，但單純禮貌解釋唔到佢嘅萬能性。所以我哋去到第2層，功能效率。香港人一向追求效率，將複雜嘅社交用語簡化為2個字，唔使分開講，請幫忙、多謝你、唔好意思等等，一句唔該就搞掂晒。第3層面，實用智慧。香港嘅快節奏生活令唔該嘅使用方法充滿靈活性，可以因應情況調整唔同嘅語調，再加埋肢體動作，喺唔同嘅環境發揮唔同嘅作用。如果同英文比較 ，please、thank you、excuse me 呢3大常用語，但冇一個詞語可以好似唔該咁萬能。Thank you 唔可以用嚟叫侍應，Please 唔可以用嚟多謝，而 Excuse me 係可以表達唔好意思，但唔會用嚟表達感謝。所以香港嘅唔該文化絕對係香港獨有嘅語言藝術，變成最萬能嘅社交工具。不過我講到呢個詞語咁萬能，當然未必人人都會同意。喺批判觀點會認為過度簡化可能會造成表達唔夠精準，有時真係要講得 specific 一啲，令對方更加清楚你嘅意思。亦有人會問，喺正式嘅場合，唔該係咪足夠禮貌呢？會唔會令外來者感到困惑？後生仔係咪仲會用唔該，定係直接講 thanks？ 語言冇標準嘅答案，但歡迎大家一齊討論啦，或者會令我哋對自己嘅文化有更深嘅認識。而你哋覺得唔該係語言智慧，定係過度簡化？歡迎下低留言話我知你嘅想法。
講完多元嘅觀點啊，我哋深入分析一下唔該嘅社會意義。從社會行為學嘅角度去睇啊，我哋可以學到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高效率嘅社會契約。正如我之前講，唔該體現咗用最少嘅字數傳遞最多信息嘅原則。喺繁忙嘅生活入邊，香港人會自動波根據環境同語氣解讀出背後嘅意思，大大提升互動嘅效率，降低溝通成本。呢個係全香港人嘅默契。第二件事，鞏固身份嘅文化密碼。點樣用唔該用得幾地道，某程度上區分咗本地人同外來者。所以學識靈活運用唔該，就好似學緊點樣做一個香港人。而呢件事就成就咗一個含蓄但有力嘅文化標記。第三件事，維持和諧嘅社會潤滑劑。喺香港呢個高密度嘅城市啊，陌生人之間嘅互動非常頻繁。一句唔該，無論係想借過、求助定係感謝，都可以令互動變得暢順，避免咗唐突，亦都帶有互相尊重嘅意味，係維持社會和諧嘅重要工具。總結嚟講啊，唔該唔單止係一個詞語啊，佢係香港社會運作智慧嘅結晶，體現咗我哋追求效率、重視默契同內斂、和諧嘅文化特質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自己嘅經歷。有一次我帶外國嘅朋友去茶餐廳，佢問我啊，點解香港淨係講唔該啊？我先意識到，原來我哋每日講嘅詞語對外國人嚟講係幾咁神奇。我教佢用唔該叫侍應，用唔該講多謝同埋請人哋讓路。佢覺得好神奇，話 two words can mean everything。呢個真係香港人嘅 magic words。後嚟我反思，唔該點解咁特別呢？第一，佢體現咗香港人嘅實用主義精神。我哋唔中意複雜，用最簡單嘅方法表達最多嘅內容。第二，佢係香港社會運作嘅潤滑劑，令陌生人之間嘅互動更加暢順，亦都有互相尊重嘅感覺，唔會令對方感到好突然。第三，佢承載咗豐富嘅社會功能，2個字就可以表達咁多嘅意思。好少詞語有類似嘅多功能性，可以話係一種民間嘅智慧。所以話原來我哋每日講嘅唔該，都係傳承咗香港嘅文化。最重要嘅事，其實一直存在住喺我哋簡單嘅日常對話之中。從個人嘅經歷翻到社會嘅層面啊，我哋總結一下今日學到嘅嘢。首先係第一，唔該體現咗語言效率嘅極致，一詞多義，減少溝通嘅成本，係快節奏都市生活嘅語言適應。第二，全港人對多重含義嘅共同理解，體現社會協調同埋默契。第三，唔該係香港文化身份嘅語言標誌，區分本地人與外來者嘅文化密碼。所以話唔該唔單止係一個詞語啦，而係香港人用語言去維繫整個城市高效運作嘅隱形契約，亦都係我哋文化特色嘅重要組成部分。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你用唔該表達過最有趣嘅意思係啲乜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我哋下封信再見，拜拜。